续来关心其他的新闻。有关这个日本福岛五县市的食品，中央是开放进口，但是台中市议会通过自治条例，禁止伫台中来贩卖。也毋过行政院函告无效，市府不服提起着行政的诉讼，嘛是共款互判败诉。国民党团开记者会来表示抗议，痛骂讲中央无顾到民众食品的安全。 台中市2017年修订《台中市食品安全卫生管理自治条例》，禁止伫台中卖日本福岛五县市的核灾食品。旧年扣行政院函告无效，市府提起行政诉讼，即项扣提转来。议会国民党团开记者会骂，这根本是无伫咧顾民众的食品安全。我们呢不可以自行定这个标准来保护我们台中市的市民。那也要求市府捍卫食安条例。台中市食安处回应，会捍卫台中市食安，卖继续稽查各种有问题的食品，如果它销售，就必须要分区。市府发展局讲，自治条例由市府提出来了后，送议会审议通过，由市府公布执行，依法代表台中市提出救济，来保护市民的健康和权益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